我的有ก่อน视频呢，我的 YouTube 视频，我的 YouTube 影片，就是有台湾人喜欢看，有台湾，有柬埔寨，有马来西亚，有老挝、缅甸、越南、印尼、Indonesia、印尼、菲律宾、菲律宾、加拿大、美國、日本、總是喜歡看我的 YouTube 視頻，我的 YouTube 影片。大多數就是台灣人，總是看我的 YouTube 影片，看我的 YouTube 視頻。